请目前慈悲全道公，公道公，目前好，目前好，请坐下。各位咱洪老师以及主席咱公园里咱所长各处所长会见代表，大家午安啦天人午安。时间就不定了一波开会所以讲这个时光不留情啦伊就倒转来所以咱一年已经要过一个月过去一年要过一个月过去所以咱就感觉咱一直老了你就感觉你较少年的，感觉较老了你若以前较少年你若当年你若10年前、20年前的相片咱就决定爱学相片。若比你张相片较少年，就是较少年。若比你张相片较老，我大家老较济个，迄就是不知不觉叫老了，知影？安尼对啦所以呢，咱人这个把这一定会老，会歹，叫做老歹老就歹我认为你老歹可能老歹。但是因为咱这个把这个歹但是咱的心唔歹好啦，爱听无？心若歹去哇，迄个实在。这个肉体啦若歹去，后日咱要做菩萨，要做佛。心若歹去，你后日去做哪了知影？用各种心的轮回，迄是重要的物件咧。我来做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你开一个车，20年咧行对不对？但是车辆弄歹去，这个司机若无歹去，是毋是讲后日你会得去买一台车来开？敢是？这台车若讲弄歹，含司机用弄歹去，你敢有机会用手买台车来开？无啦迄个司机就是比如咱的心，咱的自信，安尼啦。这个马体就是保证比如只车。迄个车就是叫做心外之本，心的外口一个物件。心的外口一个物件，咱这个歹去，这一定的物件嘛。食好味的物件才会歹。一个铁就是新鲜的，铁就是新鲜的，这个铁你咱丢落歹去，何况咱人这个是食好味，但这个歹，当然咱尽量。会当保既然来咱会当照顾生活正常的，时间就要运动，互身体健康，这是好代志。莫讲吃少年变少年，但你遐你袂好势，遐你袂好势，这叫报身就无好用但是既然一个时间到，因为未老是很免随缘，很嘛免着勉强，因为你勉强，既然勉强。咱才讲啦一定那讲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的真死当年的真死伊嘛要出表万年不输单啦，敢是？伊嘛无想过来死咧，叫做人过去方面叫做咱万岁，敢是？要食几万年咧？但是因为拢36种72年咧，拢食自查方面是会当食偌久。70多岁、60多岁，点嘛当上个社会，敢是安尼因为这个法这个好因为国民党是身体还了了咧，敢是？但是因为其实来讲起来，上个重要就是咱的心理。当然，咱既然来这个身体，咱好好家己来照顾，咱生活上无正常，其实来。当然这嘛是种无菜啦但咱能照着这个身体来创来好行道，来好学道，来好做善事，来好讲善话。这是咱上来好的物件咧，敢是安尼？咱来这个世间叫做意义。咱若来到这个世间一世人来，
就是要做歹代志，要做歹事。那安尼咱活愈久啦吼，是愈不行啦，活愈久是愈不行啦。啊，你敢听？哦，当做这个歹代志，什么愈不行？哦，一叫人不接啊。哦，啊那咱今日用这个话题，咱好好来做善事，来讲善话，哦，啊来做善行的物件。啊，活愈久是愈好代志呢。